澳門嘅朋友，今年嘅非強制性央積金回報已經出咗㗎啦，年利率係3.27%。講真，大家攞住呢筆錢係咪真係想錢生錢，為退休為生活做多啲儲備呢？但係講老實話啦，社保同埋央積金政府呢邊嘅戶口回報睇住就相對比較保守嘅，但如果想跑贏通脹係相對比較難啲。我自己計過條數，如果將央積金轉做出嚟做其他嘅投資，回報比依家3.27%仲要好一大截嘅。錢放喺度先有價值㗎嘛，唔係話社保央積金唔好，只係依家有更加好嘅選擇。譬如用呢筆錢放喺度賺利息，咁不如轉出嚟其他公司，選擇更好嘅基金或者係股票唔同嘅市場去投資，獲取更加高嘅回報。我哋喺一戶通嗰度可以睇到自己今年賺咗幾多錢嘅。睇完呢個回報，如果諗住轉出嚟投資，自己有個控制權喺手上，或者係繼續放喺政府嘅戶口入面，喺評論區留言啦。記得點讚、評論、關注哦。